没问题，家没不开张。侬开张片面话，很明的都怎么开张片话？接待耶稣，耶稣波，接待耶稣，耶稣波，转面。转面，炒你热西锅，炒你热西锅。你热西锅，炒你热飞身炒饭的时，饭的时面买呢，破门莫西呢呢，炒你热先生，叫你飞身。分身，你的分身，破门莫西内内，破门莫西内内。接待耶稣波转面炒你热西锅，叫你热飞身。分身，破门，莫西内内，接待耶稣波转面。炒你热西锅，叫你热分身，破门莫西内内，破门接待耶稣波转面，炒你热西锅，叫你热分身，破门莫西内内，破门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都有酒，我们都有唱。背呀哈，我们与个主，人民大团结。和谐共建创美好的家园，北至老港，北落北啊。